點解銀行卡明明喺褲袋，啲錢都會憑空消失？其實你最信任嗰部 ATM 機，正喺黑暗入面擘大個口，裝住你個銀包。各位街坊，今日呢條片你哋一定要睇到最後，呢啲係關乎你哋嘅保命錢，甚至係你辛苦咗一世賺落嚟嘅棺材本。我同你哋打個賭，而家聽我講嘢嘅10個人入面，起碼有8個平時攞錢嗰陣都覺得騙案離自己好遠，總係覺得嗰啲係倒霉蛋先會遇到嘅事。但我話你知，偏偏就係呢種放鬆警惕嘅心態，最容易俾嗰啲畜生有機可乘。佢哋可以令你喺短短幾分鐘之內，眼睜睜睇住卡入面嘅數字歸零。我講呢件事就係發生喺過去呢半個月，我身邊已經有3個熟人徹底崩潰咗。有一個係啱啱出嚟做嘢嘅後生仔，有一個係啱啱領退休金嘅阿叔，仲有一個係湊孫嘅阿媽。佢哋唔見咗嘅錢由幾千蚊到10幾萬不等，全部都係一夜之間凍過水。嗰種絕望真係令人心驚膽戰。先講一個小周嘅故事。小周住喺我哋隔離棟，平時係個好老實嘅後生仔，慳食慳用，連件似樣啲嘅衫都唔捨得買。佢賺咗足足5年錢，好唔容易先儲到12萬。呢啲係佢準備年底同女朋友結婚用嘅禮金同埋擺酒錢。就在前幾日，佢放工經過門口嗰部自動櫃員機，諗住攞200蚊買啲生活用品。成個過程唔到2分鐘，插卡、輸密碼、攞錢、退卡，動作極之自然。佢完全冇發現任何異樣。當時佢仲諗住再努力做多半年，呢門婚事就順順利利啦。點知到咗第二朝7點幾，小周仲喺夢鄉入面，手機短信就開始瘋狂轟炸。銀行發嚟嘅通知好似催命符咁，12萬蚊分6次俾人全部挖走。轉入去嘅戶口佢一個都唔識。小周當時嚇到暈都冇埋，連衫都未注好就衝去銀行。喺銀行排咗大半個鐘隊，櫃台員一查，冷冰冰淡話俾佢聽，呢筆錢已經喺境外俾人攞走咗。騙子喺另一個地方嘅櫃員機將佢啲錢連根拔起。小周當場喺銀行大堂攤喺地度大喊，嗰啲係5年嘅心血啊！平時連餐好嘅都唔捨得食，結果一晚就變咗廢紙。後來警察去勘查嗰部機，先揭開咗真相。原來騙子喺嗰部 ATM 機一早動咗手腳，成個安裝過程唔到10分鐘，真係神不知鬼不覺，將小周嘅卡號同密碼全部偷晒。大家而家肯定心跳加速，想知呢啲畜生到底係點樣做到嘅？老王今日就將佢哋啲底褲都剝晒落嚟，拆解俾你哋睇。第一種最常見嘅就係加裝讀卡器，呢種方法就係喺原本個插卡口位置套上一個特製嘅模具。呢種模具係騙子片專業師傅開模做嘅，無論係紋路、塑料質感，甚至連上面嘅磨損程度，都同銀行原裝嘅一模一樣。如果你唔係攞住放大鏡定睛睇，平時去攞錢根本分唔出真假。呢個就好似喺你房門個鎖匙窿外面套咗一個一模一樣嘅假鎖眼，你以為你係開緊自己門，其實你把鎖匙啲齒痕喺插落去嗰一刻就已經俾人拓印咗喺人哋個模具入面。佢哋通常會喺深夜用強力膠式狂然車聲引膠式聲教。佢哋通常會喺生講二個就至關鍵嘅一步，佢哋通測個二個黐字，仲初仲二個二個，自個黐字認黐字勁過二個，就係煙字二個，自個二個二個。好多人去攞錢就係急急忙忙插咗卡就走流程，但就喺你插卡嗰一瞬間，讀卡器入面個電子頭就好似毒蛇咁，將你銀行卡背後磁條入面所有個人資料全部複製晒。咁樣就等於騙子手入面多咗一張同你一模一樣嘅黑龍卡。呢度有個顛覆你哋常識嘅點，你哋係咪覺得只要我將銀行卡升級做咗集成電路 IC 集成卡就絕對安全？錯，大錯特錯。好多舊款嘅 ATM 機為咗兼容性，依然會讀取集成卡上面嘅磁條軌跡。騙子利用嘅就係呢個降級讀取嘅漏洞。有人會話，得張卡冇密碼都攞唔到錢，你哋太天真啦！騙子仲有二手準備，喺嗰部櫃員機嘅正上方或者側邊個扶手邊，甚至係一啲裝飾條嘅罅隙入面，佢哋會塞一個細過手指甲嘅針孔鏡頭。
嗰種清晰度可以將你嘅指模都影到清清楚楚。呢個就好似你喺試場寫卷，你以為自己遮到實一實，其實天花板個風扇啊入面藏住一塊鏡，正正對住你個筆跡。你低頭輸密碼嗰陣，根本諗唔到頭頂有一隻眼死死盯住你。騙子喺後台睇住你隻手指點喺邊個數字度，等你攞完錢，心滿意足彈走咗，騙子就會喺深夜將讀卡器同鏡頭收走，然後喺另一個城市甚至另一個國家輸入你個密碼，將你啲錢洗劫一空。點解有啲人喺屋企瞓緊覺，手機卻會收到銀行卡喺幾千公里外攞錢嘅消息？呢個背後其實涉及一個你絕對諗唔到嘅結論。銀行卡磁條嘅加密等級可能仲差過你屋企大閘個感應鎖匙。呢個時候你可能會問，既然咁唔安全，銀行點解唔取消磁條？如果取消咗，全世界幾億部舊機點算？呢個係一個套娃問題。為咗兼容舊機，就要犧牲安全性，而犧牲咗安全性，最終買單嘅就係我哋。咁樣我哋要點樣喺唔換卡嘅情況下封死呢個流動？除咗呢種技術流，仲有一種更喪心病狂嘅，佢哋專門針對老人家搞一種詐騙加櫃員機操作嘅複合騙局。佢哋利用老人家唔識電子產品又容易心急嘅弱點，一步步將老人嘅保命錢榨乾。我哋隔籬鄰舍有一位阿姨賺咗一世嘅醫病錢，嗰日佢接到一個電話，對方口吻非常專業，嚴肅到嚇死人，開口就報得出阿姨個身份證號碼同銀行卡號。騙子喺嗰頭 hold 住，女士，你個戶口涉嫌洗黑錢，已經被系統鎖定咗。如果你而家唔處理，你入面啲錢會被國家全部沒收。呢個就好似一個著住制服嘅人突然衝入你屋企，話你個地基係違法嘅。如果唔趕快將啲家私搬去佢指定嗰架貨車度，政府就要拆平呢棟樓。人喺極度恐懼之下，智商係會自動下線嘅。阿姨邊見過呢啲陣勢，嚇到成身震晒，喺度求對方幫手。騙子就扮到好心人咁話，我哋可以為你開通一個安全通道，你而家即刻去最近嘅 ATM 機操作，我哋遠程幫你解封。阿姨連衫都顧唔住換，一路小跑去取款機。電話嗰頭，騙子指揮住佢一步步操作，先輸密碼，然後進入轉賬界面。阿姨當時都猶豫咗一下，問點解要轉賬。騙子喺嗰頭大聲喝斥，嗰個係輸入驗證碼，唔係轉賬，嗰個係為咗驗證你個身份。阿姨俾人嚇到六神無主，就將嗰幾萬蚊養老錢全部匯咗去所謂嘅安全戶口入面。呢度有個反直覺嘅結論，你越係覺得官方嘅電話往往越危險，因為真正嘅銀行官方係絕對冇權限，亦都冇膽量要求你進行個人轉賬嘅。咁樣，如果對方可以準確講出你每一筆交易記錄，你應該點樣喺1秒鐘之內拆穿佢副假面具？我必須喺呢度鄭重提醒每一個人，真正的銀行絕對唔會喺電話入面教你去櫃員機做任何操作，更加唔會問你攞密碼。只要電話入面提到叫你動櫃員機嘅，100%都係騙子。仲有一種針對後生仔嘅，叫做信用額度詐騙。騙子話可以幫你提高信用卡額度，但要先交手續費。佢哋會先俾啲甜頭你，令你覺得好靠譜，就好似釣魚咁，先撒一把香噴噴嘅底料，令你以為遇到大善人。等你開口咬住嗰個大鈎，佢哋就即刻消失得無影無蹤。講咗咁多慘痛嘅教訓，老王總結咗6個實用嘅保命妙招。你哋唔單止要記喺心入面，仲要教埋屋企嘅老人家。第一，攞錢千萬唔好去偏僻嘅地方。騙子最中意喺嗰啲荒無人煙嘅細巷，或者冇人睇住嘅單機櫃、原機屋手腳，因為喺嗰度裝設備唔容易俾人發現。聽我講，要去就去銀行大堂入面嘅機，嗰度周圍係監控，光天化日之下，騙子冇咁大個膽。呢個就好似你夜晚出街係中意行燈火通明嘅大馬路，定係中意轉黑麻麻嘅爛尾樓。第二，插卡前先搖下個卡口，呢一步最簡單，但亦都最保命。騙子個模具係用膠水貼嘅，雖然睇落穩，但經唔起在你每次插卡前，先用手用力捏住嗰個卡槽，左右搖一搖，用力拉一下。如果係銀行原裝嘅，肯定喐都唔喐，
如果你一拉就覺得鬆動，甚至可以拉出一條罅，嗰個100%係被裝咗假卡口。呢個時候千萬唔好猶豫，即刻轉身走人。呢個就好似買西瓜，要先拍一拍，聽下聲，聲唔啱，呢個瓜肯定有問題。第三，輸入密碼一定要遮掩，無論你覺得周圍有冇人，無論你覺得呢個環境有幾安全，輸密碼嗰陣一定要用一隻手死死遮住另一隻手，要將操作區遮到實一實。只要騙子影唔到你個密碼，就算佢攞到你張卡嘅資訊，佢都攞唔走你一分錢。呢個就好似你喺郊外放低幾兩，雖然周圍冇人，但係你都係有個草叢遮下，呢個係基本安全常識。第四，電話入面嘅嘢一句都唔好信，只要對方話自己係警察局或者銀行嘅，話你涉嫌犯罪或者戶口被凍結，通通收線。公檢法辦案唔會喺電話入面指揮你轉賬。如果你真係擔心戶口有問題，請你自己帶齊證件，親自去銀行櫃台面對面問清楚。呢個就好似有人喺街度攔住你，話你生得似個逃犯，要將個銀包交俾佢保管，你覺得有冇可能？第五，遇到陌生人求助要警惕，有啲騙子好陰險，會扮成老弱病殘，話自己唔識操作部機，叫你幫佢攞錢。呢個時候千萬唔好喐，佢可能會專登將張卡跌喺地度，趁你彎腰執卡嗰陣，佢個同黨會迅速換走你張卡，或者偷睇你個密碼。你可以好有禮貌淡拒絕，建議佢計銀行保安或者職員幫手。第六，櫃員機出問題，唔好打貼喺上面嘅電話。如果部機壞咗或者食咗你張卡，千萬唔好亂打機。身上面貼嗰啲維修電話，嗰啲好多都係騙子自己貼上去嘅。你一打過去，佢就會冒充維修人員，呃你個密碼。正確做法係留喺原地，用自己手機搜尋銀行官方客服電話。呢個就好似你屋企水喉漏水，你打咗個牆角貼嘅小廣告，結果嚟嗰個人唔單止冇整好，仲插埋你個水錶走咗。萬一我係話，萬一你真係發現啲錢唔見咗，記住呢3個自救步驟：第一，緊急掛失，唔好嘥時間，心痛錢。第一時間打銀行官方電話，要求掛失並凍結戶口，防止騙子將你剩低嘅錢都轉走。第二，保存證據，無論係櫃員、記賬單定係手機入面嘅轉賬通知，甚至係通話記錄，全部 cap 圖保存，呢啲都係警察追贓嘅重要線索。第三，即刻報警，帶埋證據去最近嘅派出所。而家警察技術好發達，只要你報警夠快，就有機會喺騙子將啲錢洗走之前追得返。話時話，而家啲騙子手段越來越高明，佢哋專門研究人性入面嘅貪婪同恐懼。我哋爭錢真係唔容易，每一分錢都係流汗換返嚟嘅。憑咩俾呢啲匿喺陰暗角落嘅畜生搶走？做人可以老實，但防人之心絕對唔可以冇。唔好覺得詐騙離你好遠，或者就係你今日攞錢嗰陣就有人喺後面盯住你，或者嗰個陌生電話就係深淵嘅開始。防範意識呢啲嘢，平時覺得煩，出事嗰陣就係救命草。希望大家以後去攞錢嗰陣都可以留多個心眼，花多2秒鐘搖下個卡口，花多2秒鐘遮下密碼。呢2秒鐘真係可以保住你成副身家。將呢啲嘢話俾身邊啲親戚朋友聽，大家互相幫助，先可以令騙子徹底失業。祝大家出入平安，守好自己個錢袋。最後我仲要拋出一個最殘酷嘅現實，喺呢個網絡時代，最安全嘅儲錢方式可能反而係嗰啲最原始嘅方法。但如果你真係選擇將現金攣喺幣入面，你又點樣抵禦通脹對你財富嘅無聲洗劫？到底有冇一種既可以保證資產安全，又可以抵禦貶值嘅完美方案？如果我話你知呢種方案其實一直寫喺銀行開戶手冊嘅第5頁，你敢唔敢去翻開佢？